12象征一轮圆满，也是政大书城台南店在走过经营危机，迈入第12年，要继续深耕，往多元出路的发展来陪伴大家的承诺。进书店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努力的去朝其他方向找其他的出路，譬如我们会找一些部门合作，譬如台湾文学馆、台南市总图也会合作。在民间呢，我们有跟柯南、超人力霸王这些强力的 IP 来做一些合作。希望在政大书城这样的空间里面，除了你来看书以外，会发现我们很多不同多元的活动，在往后的日子陪伴着大家。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，除了书店店长之外，那以后也许是书展的活动，或者是甚至任何其他的跟阅读推广有关的活动，我们都可以跟政大书城还有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实体书店一起来合作。那阅读推广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责任啊。现在来到书店，除了享受阅读的书香，也可以感受到周年庆欢乐的气氛。其中活泼亮眼的吉祥物，就是邀请日本插画家佐佐木千惠所设计，同时把它融入帆布袋、徽章和明信片等限量的周边，来回馈长久支持的读者，也期许书店像大树般成长，未来有无限可能。我们让这个佐佐木千惠小姐发挥，那完成了。那对我来说，书城的印象就是走下地下街，像一本展开的大书一样，有无限的可能。政大书城啊，对我来讲就像树一般的存在。树啊的存在不是占有空间，而是创造空间。然后它不只成长自己，也滋养许多人。无限可能的第一步，就是呈现在公私协力。台湾文学馆精选出他们翻译成外语的台湾文学，也让更多外国旅人从这里来认识台湾。周年庆中也和所有贵宾一起为书柜的揭幕来见证。那我们也很乐见这样子的一个合作，因为台湾文学馆所收集的资讯，我们就是希望它被大家应用，就有它的价值。这些英译书可能是得奖作品，可能是非常畅销的著作。那台湾国外有版权把它翻译成英文，那是在国外贩售。但是我们台南政大书城在全世界网罗了这些书籍。英译书回来到我们的台南政大书城这个空间，隐藏太多感动人的故事，邀请您我一起来见证书城12年的每一步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